香港最新上市的国产出租车，吉利远程超级万。哇，这车够宽敞哦，无 B 柱设计，哇，坐起来绝对舒服哦，空间太大了，可以坐6个人呢。但是这个是靠台的呀。这个是客货两用车。刚刚问销售人员哦，这个车在香港要卖35万差不多。这台是厢式货车，也挺帅哦。